喺職場上面，你會唔會成日都覺得自己就好似一粒有塵嘅珍珠咁？明明有實力，但係成日都被職場嘅喧嘩所掩蓋呢？開會嘅時候，啲諗法係咪喺個腦入面嗰度瘋狂咁樣閃爍，但係去到嘴邊又吞翻落去呢？團體活動熱熱鬧鬧，自己又企喺角落頭，冇人同你講嘢喎。歡迎嚟到 Comma Lab，我係鄺娜娜娜。今次呢，就同大家送上3條秘密鎖匙，幫助內向嘅你喺職場上面開外掛啦。咁內向性格喺職場面臨嘅困境呢，成日都會令到內向嘅人陷入一啲令人頭痛嘅狀況㗎喎。咁升職嘅快車呢，就總係好快啦，但係呢，就好少為內向嘅人停靠。內向者呢，更加因為好擔心成為焦點，就唔敢大聲講出嚟。久而久之呢，領導同埋同事都唔記得咗我哋嘅存在喎。重要嘅項目 invitation 都總係唔會到我哋嘅手。其實呢，呢個就唔代表係內向者嘅能力不足，反而係呢個性格令到喺自我展示同埋融入集體嘅道路上面腳步就慢咗啲啫。咁以下呢，就會有3個技巧呢，係專登為咗內向者量身定製嘅破局神器啦。第一個技巧就係主動爭取關鍵項目，展現能力啦。咁曾經有一個內向嘅設計師呢，佢平日就淨係喺公司好專注咁樣創作啦，作品質量都幾高㗎，咁所以呢，佢都係公司嘅老臣子。咁但係一路呢，都係處於默默無聞嘅狀態喎。咁有一次公司就接到一個大型嘅品牌形象設計項目啦，對於公司未來嘅發展都好關鍵。咁呢個設計師呢，內心好糾結又好緊張，但係呢，佢都係勇敢咁踏出嗰一步。咁佢就精心整理咗自己過往所有嘅設計作品啦，帶住呢個詳細嘅項目創意方案，主動去到揾到 project manager。咁佢非常之清晰嘅條理呢，就係講咗自己對於呢一個品牌嘅風格理解啦，同埋可以點樣透過設計令到呢個品牌形象脫穎而出。最後呢，佢就成功加入咗呢個 project 嘅團隊啦。喺項目執行嘅期間呢，佢亦都憑住自己紮實嘅專業風格同埋獨特嘅創意，為咗項目帶嚟好多嘅驚喜。喺項目完成之後，唔單止得到公司嘅高度讚賞，亦都進行咗升職。咁對於內向者嚟講呢，其實主動爭取一個 project 呢，的確需要巨大嘅勇氣嘅。但係只要你提前做好充分嘅準備，梳理好自己同埋項目相關嘅經驗同埋能力，揾啱一個時機，自信而且禮貌咁樣同上司或者領導負責人表達自己嘅熱情同埋能力，喺項目之中全力以赴，用實實在在嘅成果說話，就可以令到大家睇到內向者嘅巨大能量啦。第二個技巧呢，就係積極參與產業嘅活動同埋拓展人脈啦。咁再繼續睇下呢個內向嘅策劃專員啦。咁佢呢，就一直都好苦惱自己嘅人脈圈子好狹窄，咁其實呢，亦都好限制咗佢工作嘅對人脈嘅拓展。咁喺一次偶然嘅機會啦，佢就知道咗行業呢，其實將會舉辦一場創新嘅營銷峰會。咁雖然佢嘅內心非常之不安啦，但係為咗突破自己呢，佢亦都係毅然報名去咗參加。咁喺呢個峰會上面呢，佢亦都提前研究咗各個演講嘉賓嘅資料啦，準備咗幾個極有價值嘅問題。咁喺互動環節呢，佢亦都好勇敢咁樣向一個知名嘅營銷專家去問，藉此呢，就攞一個機會同呢個專家展開咗深入嘅交流。咁之後呢，佢再喺一個自由嘅交流時間上面呢，同幾個同行嘅創業者呢，分享咗自己嘅發現。原來呢，大家喺工作上面呢，有好多可以合作嘅地方㗎喎。咁後來呢，更加就通過呢啲新結識嘅人物呢，就合作，為公司帶嚟咗全新嘅營銷思路同埋合作機會啦，亦都令到自己喺公司地位大幅提升。咁記得參與產業活動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從線上活動入手先啦，喺行業嘅論壇啦、專業嘅社群入面積極發言，鍛鍊自己表達觀點嘅能力先。線下活動呢，就面對面啦，就可以仔細咁樣了解活動主題同埋嘉賓，咁準備好一啲有針對性嘅交流話題。喺活動中呢，亦都唔好求多同埋貪快喎，專注同少數人進行有深度、有質量嘅交流，充分發揮內向者善於傾聽同深度思考嘅優勢。第3個技巧呢，就係定期向上司匯報工作成果，提升影響力啦。喺一間公司嘅營運部門啦，有位員工工作認真負責任，但係由於唔擅長主動同領導溝通，佢嘅工作成果經常都被忽視喎。後來呢，佢接受咗建議啦，開始定期向上司匯報工作。佢亦都精心製作咗詳細嘅工作成果報告，唔單止清晰羅列咗完成嘅任務，仲深入分析工作之中遇到嘅困難同埋自己所採取嘅解決措施，同時提出咗對未來工作嘅優化建議。通過定期同埋有效嘅匯報，領導對於佢嘅工作有咗全面同埋深入嘅了解，對於佢嘅專業能力同埋責任心都俾咗高度嘅評價喎。
喺年度嘅考核之中呢，佢亦都獲得咗優秀嘅評級，並被賦予咗更加多重要嘅工作職責。咁內向者呢，喺匯報工作嘅時候呢，要注意內容嘅結構化同埋數據化啦，用清晰嘅邏輯去講述工作嘅進展、成果、問題同埋解決方案，選擇一個合適嘅匯報方式，例如係書面報告結合簡短嘅面對面溝通啦，確保領導可以高效咁樣接收到信息。匯報嘅頻率呢，亦都可以根據工作嘅性質同埋上司嘅要求，每個禮拜或者係每個月進行一次㗎。咁而家各位小夥伴呢，就係時候行動啦！根據以上呢3個技巧，制定一個屬於自己嘅行動計劃。例如話，今個禮拜呢，就主動揾領導溝通一次你對工作嘅諗法，或者報名參加一個行業嘅線上講座。每一個小行動呢，都係你邁向職場高光時刻嘅重要一步。同時，亦都歡迎大家喺 comment 下面留言分享你嘅諗法同埋困惑，我哋一齊交流，共同成長。記住，內向並唔係缺點，而係獨特嘅優勢。只要掌握到方法，積極行動，我哋職場內向俠都可以喺屬於自己嘅舞台上面閃閃發光嘅。